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日，旧历的3月初10，礼拜三。新闻一开始来看这个真惊人的场面，台中有一间铁工厂载路炮的拖车，才驶起行无偌久，就突然间来爆炸。 超过1000度的路炮，就亲像烟火安尼，放甲四散开，喷到边的货车。这个工人是连滚带爬，为车顶逃命走落来，现场瞬间马上烧甲变成一大片的火海。消防局赶到场，甲大火来拍花，有2个工人规身躯烧烫伤。 货车驶入去钢铁厂，这个时阵车道顶的炭屎熊熊爆炸。 超过1000瓦度的炭屎，亲像烟火同款变贵。边的货车嘛扫着风台尾，车顶的工人行甲紧走。消防局到台中后里，这个钢铁厂虽甲火拍花，不过嘛是有2个工人被炭屎喷着，规身躯2、3道烧烫伤。劳检处派人来到现场了解爆炸原因。运送的过程当中，疑似炉渣这个底下有水，然后水产生了水蒸气爆炸的问题。劳检局讲，这场意外发生伫咧下昼7点，业者敢若无照起工伫咧处理炭屎，才爆炸，嘛已经要求停工。若是违反这案法，地方罚3万到30万。